尊敬的各位朋友们，先祝大家元宵佳节快乐！我今天来到了重庆的洪恩寺公园，2月5日就是1年1度的元宵佳节。元宵佳节当天呢，这里将会千盏花灯唤醒，在这里将有灯谜会、游园寻宝、千灯长廊、非遗文化展示以及舞狮表演等等一系列的活动，精彩呈现。赶紧来吧！错过了上次朝天门的免费烟花，这次的洪恩寺免费赏千盏花灯，千万别错过哟！除了洪恩寺这一处免费元宵活动的场地之外，你还知道组成有哪些活动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山村拍客长江，喜欢我作品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感谢收看，下期视频再见。